謝偉俊議員。多謝主席。主席，經過27位議員發言之後咧，其實正反兩面嘅意見咧，大家都可能喺電視機前面都比較清楚嘅。亦都多謝陳茂波議員剛才提嗰個例子咧，即係搞呢個所謂城市咧，其實係一個唔係有凌駕性嘅一個公眾利益嘅問題。相反，我曾經用過一個例子喺之前嘅會議上咧，好似搞啲紅事白事，嗰啲都仲有啲凌駕性，因為有時唔辦唔得嘅，即係封建入雲咁解。但係譬如搞一啲譬如結婚紀念日呢啲咧，就真係唔係真係太重要嘅。咁啲兩公婆都拗唔掂數，如果是但一個話唔肯定唔搞㗎啦，咁另一個冇乜理由監唔住去搞，仲要使幾廿億去搞嘅。咁呢個我相信真係其實係一個好例子嚟。主席，好多位同事咧都提過，政府喺文件上都提過關於旅遊方面嘅收益。咁作為旅遊界代表咧，我自不然咧係要好審慎考慮，除咗我本人意見之外咧，究竟旅遊界點睇咧？特別當旅遊界嘅旅遊議會同埋旅發局咧都分別高調公開講話佢哋贊成嘅。咁所以我呢個位咧就即係更加要小心處理呢個問題。咁我為咗原因咧，我都特別咧係喺旅遊界做咗一啲嘅民意調查，咁亦都嘗試接觸所有嘅旅行社啦，咁亦都就算接觸唔到嘅話，都起碼局部嘅航空公司同埋酒店嘅負責人得出嘅結論咧，奇怪地咧就同公眾嘅結論差不多，係6-4之比，60%係反對，40%係贊成。咁點解會反對咧？旅遊界唔係話應該有收益嘅咩？咁但係最主要原因就係咧，其實我哋理解翻搞呢個運動會嘅時間咧，係10月11月到啦，預計下當然咁多年之後我哋唔知，但係估計睇翻廣州亞運會嘅時間咧，已經係香港嘅旅遊嘅高峰期嚟。無論係喺航空公司角度睇，喺酒店角度睇咧，其實已經都爆滿嘅。咁如果再搞啲盛事咧，對你嘅真正嘅所謂 marginal benefit 咧，即係個額外嘅收益，其實真唔係咁大。相反咧，佢製造好多矛盾添。到時可能好多安排上困難。其他唔好講，就係講車咧。我睇翻政府文件咧，就係車都話需要用350架50座、320架24座、320架房車。咁呢啲車到時而家香港巴士已經係非常之缺乏㗎啦。如果到時又要搞咁多資源去為咗應付呢個所謂盛事咧，恐怕咧對旅遊界嘅一般運作咧，可能有時有反面效果多過正面得益。咁所以咧就分析過呢個咁嘅現象之後咧，唔怪得知旅遊界咧成日都同社會大眾咧，除咗話佢哋嘅社會市民一個責任良心嘅感覺之外咧，亦都同時咧考慮翻業界其實唔係真係話覺得咁大得益嘅。主席，多位同事講話，不如賭一鋪啦，又或者我哋應該俾啲即係咁上下要翻一翻，俾啲羽毛，等我哋可以振奮下。其實我哋呢幾年咧，西九都令我哋非常之振奮啊！唔知係震騰緊震個震啦，定還是憤？但係事實上咧，我哋社會咧係唔能夠咧太多太大嘅工程咧同時進行。咁當然講係10幾年之後嘅事。咁但係西九亦都另一個例子，令到大家覺得咧，我哋咁大筆錢去由冇咧去推動一啲嘢咧，包括文化又好、體育又好咧，呢個可能正正就好多同事講嘅係本末倒置嘅問題。咁亦都令到市民咧，其實係基本上咧反對嘅聲音咧係不斷咧，同埋一直咧都係非常之大。主席，我咧就讀書嘅時候都曾經係打嗰啲即係網球校隊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冇乜錢，好窮嘅屋村仔。咁但係咧啲神父好有心教我哋，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唔係好鼓勵我哋話要買太多嘅架撐啊，好貴嘅衫、好貴嘅板啊，咁買唔起添啦。但係佢鼓勵我哋咧用多啲時間去練習，甚至好基本嘅器材嘅練習。咁我哋嗰陣時咧都有13年連續咧校界、學界嘅冠軍網球隊嚟嘅。咁事實上咧運動又好、藝術又好咧，其實與其話錢係固然重要，但係更加重要可能係時間同埋閒心。點解香港好多時我哋話我哋搞咁多大型嘅活動，咁多做生意咁叻嘅人，點解搞唔掂運動？點解搞唔掂藝術咧？因為就係我哋冇閒心冇時間，我哋太多時間擺咗去一係揾食，一係揾錢。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即係要改變成個社會嘅文化咧，恐怕係需要由一個基本去做起，而唔係抌錢落去咧就希望可以咧谷下佢就可以谷掂呢個體育。事實上咧，我哋咁多年嚟睇翻近年。有啲比較，我哋10年嚟已經好多進步啦，好多獎牌啦。一來廣州亞運會咧就唔算數，因為獎牌數目多咗好多。第二咧，我就無意冒犯任何新嘅移民，但係實際上香港近年體育成績點解高漲咧？因為好多係講普通話嘅新嘅香港市民幫我哋撐起個成績佢。咁呢方面咧，我哋唔能夠咧係自己猛谷大個頭話自己點樣威。主席。
好啦，差唔多啦。係，對唔住。嗱，而家第一輪嘅咧，我就畫一條線啦吓。咁第二輪有4位咧，我都講啦，我希